万人讲退休的听错为了唔得到主案呢。花样同学会到时会有一对来宾，有意头摆嘅同学完成梦想。今日係哪一鄉親愛請同學來圓夢呢？都要挨應用評論員能向下展開一場匹配嘅同學會啦。對我來講，也顯嘅生啊，就像天籟樣，同我心中吼安尼慘慘地地加10年，到我也55歲退休了後，佢將同我嘅種樹之中吼，慢慢地來展現出來，來滿足我哋後半生人嘅人生。我今日來到桃園龍潭，我來拜訪嘅係高年社區發展協會嘅理事祁忠富大哥，伊係茶葉子體哦，對中到賣全無個配人數，還有個落成體社區發展。有聽到愛顯嘅嘅聲麼？唔知會係祁大哥冇哦，你看下先。祁大哥。係，弄睇冇睇做事睇投籃咯。好啦，投人暗夜嚟啊，都投人要做啦，而家暗夜嚟啊，想行出來數下夢來。沒有，有閒情逸致哦。不過唔懂好幾閒嘅呀。對啊。弄會按好幾閒嘅咯。啊，嗰就細就糖落閒嘅，上就當電影攝樣啊，哦，加啲路嘅就價格唔夠。哦，萬歲糖都懂中醫。係呐。啊都。細時個太優上嘅學，按好也幾閒嘅啥？安尼啦，你啱不靠錯了嗱，泡茶本身慢慢讓人講。當然，我食茶，我食唔嘅茶係咪？係啊。好啊，嚟啊，好，今日嚟，天路卡睇地杯咪？好嚟。一個睇個幾閒嘅嘅祁忠富大哥，都係今日花樣同學會嘅消息面，而係桃園市龍潭區高年社區發展協會嘅理事，佢熱心來推廣社區，同地方鄉出產嘅業業，行過茶產業轉型做觀光產業，未用各種方式來行銷，而今日會帶來一批配的嘅圓夢計劃呢。哇！太公爺路卡，真勁！見到當時去到安尼，去鄉下強離離嘅所在呢。哎呦，鄉下出人清清彩彩。唔會啊，你同我一條樹嘅很大條哦。有乜嘅樹啊？種樹。哦，種樹哦。你玩韓式路種嘅嚇？係啊，我種嘅我做家下種18歲樣咧。好。18歲種嘅。係啊。啊，家下種嘅時間一大條。種啊，樹自然大條。真勁！哇，嗰個50年誒。有咯，台灣人講啊，頭前咧種樹，後個拋樹，前種後拋。哦，有安尼。有貴州有卡，有冇下幫？哦，有安尼講法。唔多講到唔韓式都當好愛現咧。家就唐人愛感覺很強哦，兩支線嘅點按來去我就過出來。哦，係啊，頭擺。有上過兩條線咯，是的。係啊，安尼吼，家下做個正常，係很強哦，家下人很強哦，做個心細家就會想，哪辦法咩落學嚟落學。哦，嗰種都係前線上好愛現咧。係前線係好。家你幾線咧，咩人本係幾線咧，到底係捱老捱保養啥？愛貴主邊愛無，百個都無，做咩一開始係用哪個情形來本來？哎，應該跟我拉是一樣的意思。一開始嘛，啊，我來試啦。唔第一轉啊，我這叫愛本。我第一次拿。將來跳過來哈。完蛋了，要怎麼拿？就是往前還往旁邊？唔對啊，跳過咩唔對用，唔對念那喲。係啊。啊，嗰個睇一個哦念呀。嘿。哦嘿，安尼啊。嘿，好，啊就來。好可怕的聲音哦！啊，我的天哪，原來是這種聲音，好難聽哦！我一路去按你啦。Oh my god！頭多看其他個機械呢，幾多按強鬆按吃菜，冇想到要控制下兩條線呢，還真幾冇按改。以下冇聲音，如果講人耳鬼嘅，當真還係要擺時，能學幾多功夫呢？太公
种也还有睇學下。有啊，哦，啲嗌啲都經行睇學個。有啲嗌逐禮拜三吼，我來嗌啲都同學我來嗌啲來。真嘅。真嘅啊！哦，剛剛可能嚟上課。我呀。那我睇nhà Luca上啊。啲故事就講起來，因為我頭擺聽嗰隻相堂，哦，湯老師，聽佢學7、8年咯，前年其實身體無好，就過身嘅。哦，所以我哋就學嘅同學咁好，就當反應啊，就正想講，而家啲客家嘅東西唔好得聽，哦，將佢嘅精神啊都傳進來，所以我哋逐禮拜三，我哋就同學。韓國佢所有佢頭擺教過嘅批習班嘅同學，悄悄話學過晒，我來到我哋度。已經歸縣嘅啟蒙先生同現在係苗栗師談嘅教學經驗最少20年，伊屯本身將談喺度嘅經驗寫咗音符記錄下來，按嚟傳統客家音樂都做得傳承下去。雖然先生專家嘅，唔過也到太過太子學習嘅路並冇停下來，連都會習慣下來練，而用琴聲來同同先生嘅理念上學下去。今日都係也到嘅練習嘅度，我哋要嚟參加喎。哦，來咧，嗨，大家好，哦，大家都按給我安慰打扮哦，還有戴帽的哦，我要來參加你們的嘅聚會安尼。哦，歡迎。睇睇書下安尼。哦，很漂亮哦。好啊，佢都幾矮顯呢，係咪？好。在外面的。係啊，天使安好。你要普價呢？一啲同學平常時未唱基本嘅案呢，溜溜少少來到其他國嘅路卡，喺天時好，都會睇腦背書下來練習。大家要嘅擺好譜架，吞音調好，就算同先生冇錯嘢，亦能本行喺周嫩嘅當年上課嘅節奏，認真練琴，求好又愛喊歌好，團練時間都唱頭擺，並冇過少。大家係因為童先生去到鄉下嘛，所以我們大家對童先生印象深刻咩係乜嘅？個湯老師啊，佢講詩先啊，喐到要乜嘅唔好啊，佢就唔會啱琴，就冇講出來。哦，你學到啊，前仆前繼。哦，唔會空鋪出去嘅。誒，當溫柔，當客氣嘅先生。而家客家哪一些吼，他們都是會湯老師去當做的。哦，係哦，大家的胡琴都是湯老師做的。對，湯老師上客家電視台有一把胖鼓，我湯老師那一支麥，中的那個上天秀來的呢，我冇按樣嘢啦，我只去到倆去上下講。啊，有冇人來上天秀，而且還加點的，然後你賣多少錢？7000，那個時候。我說8500跟你買啦，不要啦，9500啦，我自己留着啦，11500，你真的要嗎？12000啦，好拿去，從7500一直加到12000才賣。哇，所以你買到老師最喜歡的，對，那一把，所以那把我把它當成寶。我們就很懷念它，就對了。傳承的味道比較重，大家一起玩的意思也有了。但是就是說拉這些曲子都不難，你要拉出客家的味道才是真的難。我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客家的味道係乜嘅呢？比喻說了，樂有情的話，如果是國樂的啦，可是如果拉客家小調就不是這樣拉。哦，就是那練那個味道非常的難。佢教嘅時間吼，唔可以像一般先生講，像科班嚟教嘅，佢就老大家當作朋友咁樣教。哦，點樣想去教嘛就教嘛，點樣想你睇書下來就來。哦，變成大家聽佢學，感覺就講學起來沒有壓力，冇壓力，都有趣味啊。係啦，教起來當成是。哦，啊，又還會按神機，唔會有壓力，又還會影響嘅音變啊，你哦。對啊，這個老師很好。哦，
大家都玩得很有信心。讲到欣赏，大家总是感觉感恩又唔攀得，佢一個好過用心、過溫柔、過有耐心嘅同欣賞，講起來從欣賞又從朋友嘅感情，有樣過難填平係。你還記得同欣賞講人阿爺踢一條橋嘅係嘛嘅冇？8月15日去啷唔啷？後來還會個演奏一條哈？會，還係會哦。喂，要不要聽聽？哦，好啊。連踢這課欣賞高級曲嘅都還記得，當真係欣賞教出來嘅一定讚美學生嘅。一晚按到泰國太子而能只能一團同樂客家響鼓團，唔係自家聽樂聽聽咯。而哋咩希望團入傳統音樂推廣出去，希望會有韓國多人來認識客家傳統音樂。是講而能用嚟做呢，要有乜嘅想法呢？我會想問大家，如果尤其是泰國。你會講你去表演啊，有看到有動作感謝狀也對嘛？啊，表演啊按多擺啊，你會有想講，有乜嘅有想改變乜嘅冇？客家嘅東西，迄講當然，我要問嚟吸引大家來聽，係一個重點，因為客家人嚟講較避暑，嗰啲客唔敢較排斥唔敢講，所以講青島嘅客家文化會慢慢嚟會失傳。所以我也傾向嘅問題就講，係唔係講有隻機會誒去隻變為客家莊也好咧，也係講較多元嘅地方嚟表演。啊，你有想過有乜嘅做得參考嘅冇？啊，你有想過有乜嘅做得參考嘅冇？因為咱客家嘅東西，如果太家人坐定自私的在來，可能無法度吸引較多人。後面有法度講，我用扮演嘅方式，讓觀眾來互動，整個串場的方式來講打扮，讓人冇窮樣，三角啦，冇人老窮樣，像小丑的那種方式，可能對一些年輕人，對甚至說小朋友或者這樣子，可能會比較有吸引力。家你如果問大家教書嘅點吼，假使睇面好嘅班咧，法律必報嚇，冇問題啊，冇問題哦。真嘅咯，女生按好講嘅，怎麼會做得咯？忙到法律必報。掙扎，掙扎，真嘅咯。姐姐會很掙扎，跟其他兩個姐姐呢，會冇？為了娛樂大家就為了娛樂大家就沒關係。哦，唔怕哦，啊唔咧嘿。哦，所以這位姐姐比較掙扎啊。如果說大單都冇通用咯，八個都冇通用咯。對的。喺演講演鬧當中，感覺大家都係接受嘅第一個建議呢，也把個夢想天天嘅以為突破嘅想法。嗰個是前面的欣賞，是在度教大家可能，比如講係真嘅而係做阿廚嘅。對，就不但會唱，搞睇㗎，比如講我用嚟化，對，還有用嚟化妝，係咪？你這樣做把戲咩青島花？係啊，佢花咩沒有別人花咧，嗬，沒有有的嘅。哦，好啊，要講書啊，做得哦。那姐姐呢？給我畫漂亮一點小丑。畫漂亮一點的小丑。哦，你畫起來很像小丑哦。加入呢，好，加入溫欣賞昆阿生哈，要怎樣比較漂亮的小丑用嚟畫？大家決心愛向下來挑戰看啊，將傳統客家音樂做地位創新來表現，希望為韓國欣賞，都將同客家傳統音樂做上新上樣嘅，用全新的面貌來幫韓國多人來認識伊，為上去名義，安尼都會傳承下去。我做一啲夜幕小天使，唔是講沒有來團入到泰國太子，聽安排一啲專門培訓阿粗伯嘅公司來上課。哦，各位哥哥姐姐，今日大家都盛裝哦，嗬，一路係你嘅團服係咪？係嗬，啊，今日呢都搶來一啲阿粗嘅欣賞，不如同大家交流一下，我哋來分享。Jenny 老師，我還有音效嘞。
那今年呢，陆黑强 Jenny 老师哈，有大概对哥哥姐姐有一点认识，对不对？是，大家都是二胡的音乐家。作为一个观众，那特别是他很期望可以跟大哥大姐们有互动的时候，我觉得首先在视觉上我们可以有一些不一样。像老师这样。对，像我头上这顶帽子啊，大家围出来一定会看得到嘛，对不对？我们可以呢，在大家的老师好多道具哦。加一顶帽子，它可以跟他的头围哦，对耶，还可以跳。哇，好可爱哦！对，就是很可爱哦，真的，边带边拉胡琴，它不会影响。讲嘞，斯莱克呢？哦，可是你会发现因为有了那一朵花，它在拉的时候呢，观众就会注意到那这朵花的律动的部分，对不对？端正有氧係專門培訓阿楚伯嘅公司，兩下班都弄到現場一道太過太子笑嘻嘻嘅。阿楚伯確實有意講唔出來嘅古道味，過上年會弄到大家哈哈太難，讓人情感歸多。只要拿到氣球啊，每個人都變小孩，就會非常的療癒。我們通常會是先做一個像拐杖糖這樣子的一個形狀，其實光要折就覺得有點障礙耶。對，所以大家這個長度是留這樣。好，然後呢，這邊呢，你就留差不多一小的一個圓圈，然後這樣子折3折。好，不怕，我可以讓給你。來，我好害怕哦。哇，轉這件事真的很可怕。就直接這樣子。直接轉，來，有點可怕。直接轉不怕。大家因為只要做帽子，所以你就只要量頭圍就可以了。可是我們通常在做帽子之前呢，我們其實是會玩一個鬥劍的遊戲，因為它拉多一點的話就變成一把劍。對，它就是拉多一點就變一把劍。你看到沒？好，它就變一把劍，然後我們就會開始鬥。然後甚至我們都會跟大哥大姐說，如果你平常看他早就已經很不順眼了，你就趕快打他，還有按摩 SPA 的功效。留得太短就會像加油站在加油，對不對？那老師，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啊。小丑，然後我們就會想到妝。你現在的妝還蠻正常的，對不對？是。那你們出去表演的時候會有什麼特殊的妝嗎？我們的小丑妝感只注重的就是眼睛，然後嘴巴，還有雙頰的部分。哦，那也很適合姐姐們。剛剛有姐姐有點擔心會畫得很誇張這樣子。不會。所以教的你可以教他們嗎？教他們幾招？可以，沒有問題。而且我們的妝感很簡單哦，3分鐘快速完妝，然後那個衣服的話1分鐘快速完成。真的哦。我就請這個我們的徐大哥，我來示範他，好不好？唔知其他個畫上阿楚伯嘅妝，會變種用嚟嘅用上呢？哇，很似呐！每啲同學看到其他個路收到再路喊唔出，看起來有阿楚嘅打扮一定成功哦，連其他個路鬼滿意到睇嘅筆數畫腳，嗰種變了一3年呢。很奇怪哦，這個小丑妝有一種魔力，你只要畫上小丑妝了以後，你整個人都會活潑起來。因為想說大家不認得我，所以你的肢體動作也會變很大。先生溜溜秀秀同阿楚到表演當中，聽出會有嘅造型嘅個嘢，韓國一定上演嘅變魔術，如搞過太假嘅，一到太過太子改轉是咩堂課，上網演練，都也蠻路行算順勢。唔過嘿嘿，還要按到太子嘅輕強嘅化妝愛練，一定好講嘅順妹仔，依種看可以，事實係這個工業以自家嘅創意，也下人哋仲開畫好勢了，來門看啊，人哋也蠻有乜嘅感受，唔啲安尼嘅改變有太多阿楚都玫瑰醬嘅標準模呢。返老還童啊，心情就變較好上了誒。嘿好，阿金講嘿畫愛心哦。對。哦，唔畫動鏡呢？唔當一片會畫乜嘅？直升機。真的假的？一道泰國本身係唔上一次，那第一拿起畫筆，忙一下喎，畫到是一認真一3忙誒。很可愛，有跟我這個東電影像嗎？有啊，來老婆姐很想要跟人家互動一下，真嘅哦。
头都没冇麻好熊会发像失掉我吼。自己的感觉了。你可是本来没冇麻熊会发吼。对啊，哦，结果发也公很哦，随便画画但很漂亮哦。啊，发很就唔讲，跟自己原本的自己冇朋友。对，所以现在已经不感觉是自己了。真嘅啦。人家泰国太极因的路稳重好个上副作笨蛋的哦，唔过呢，看因的咧脖子以上完全冇共用的吼，来谈看那因的更加按你个装扮来研究，求嘅我很用你个情形。我有感觉到，一条泰国太极从阿处到用的传送听落的中言，天天的变牙咧，一身手脚行道的，常常的有个奇妙的变化。你有感觉有吗？跟冇听有冇？你刚刚走的幅度好大哦，跟原本差很多。脚手发到一嘛哈，这个整个会比较开放，会比较放，会觉得说，自己与众不同，不像以前这样子，就是拉会静静停在那边，不敢把肢体表现出来。哦，我从阿处的种，大家唔但抢家个发跳，还个有信心，做得讲离梦想路引来引群呢，是讲有神气相应的外表含拉，演出的部分每位来问，每位家来变歌，当整个爱好好来讨论啷好。啊，假使像线上有搞啊，有几多个道具啊，要做得互动的吼，有嘛个做得同观众互动的嘛，能感觉。比如讲，假使我有奖征答，有嘛个题目好出？其实是讲，比如说客家乐器，我们把声光变哦，然后就用这样的内来哦，你起来马个起来，礼貌，大家礼貌，哦，然后客家版啊，答对了。好，咁叫嘅路唔能还要过讨论，再听，系咪？会把它列出来，然后练习的时候照那这样子练习。哦，好啊。一條泰國太極強下練嘅時間有限，有關一百表演嘅詳細內容，路揾提名路項來溝通討論。經過100個阿處公司嘅指點，大家決定先對服裝來做頭一步嘅改變，冇一照傳統。第二步，路係愛屯舞台控台，表演對台上空中發展到台下，好同觀眾家底嘅互動。再過來，路係最重要嘅，愛通呢條曲嘅。究竟按用呢？喺最短嘅時間內，讓觀眾認識到客家傳統樂曲，也真經係一定傷腦筋啊！最尾會通哪條歌嘅呢？我先冇講，繼續看下去，路會知哦。出到同欣賞對其他國人的一群同學來講係非常重要的欣賞。故說我如果其他國帶我來欣賞用，想去韓國了解伊能上課啊，韓國熟悉的歌唱，同時呢，咪想去有欣賞用去看伊呢嗰啲特別的演出。嗨，其他國結果係一路去欣賞用。看住到看。好啊好啊，我哋拜訪。嗨，師母你好。師母，嗨，謝謝。不好意思，來拜訪師母。來請坐。哇，果然很多古琴還好。我們上次去徐大哥家，就是大家講到湯老師，哇，都很想念他，然後都說老師人很好。謝謝大家的照顧。我很好奇哦，就是因為我們一般可能很喜歡這個老師跟他上課啊，可不見得會常常來他家，但好像徐大哥你們很常來，是吧？之前很常，為什麼？因為老師
他就像我们一般的朋友一样，我们之间好像没有那么那个学生跟老师那种所以不只是上课像朋友，就是平常真的就是像朋友。所以说我们偶尔就会来串门子来找老师聊天啊。所以师母跟大家也很熟，都很熟啦。那来到我们这边哈，有时候胡琴有问题啦哈，都会来找汤老师哈，调音啊哈，修啊，换那个零件那些啦。哦，徐大哥跟青哥，你们有以前上课的照片吗？有啊，有没有？有啊，这张龙潭班老人会馆那一班开课的时候爆满，你看。哦，开课的时候哦，哇，老师也常常会带我们，你看带我们出去交流的嘛。他上次好，那有一次带我们到苗栗那个南庄社区，然后很多都是如果有拉胡琴就是表演的，表演的比较多，表演比较多。那师母都会去看他们表演吗？偶尔会啦，他也有照一些哈，你有啊？家常的这里有的照片，哇，这个是更早期的吗？更早期的，这个是88年的，那这个是平镇市民大学的爱心社，那时候我还没认识，还没认识老师这个好像是有出国到美国去哈，真的跟谢启国老师哈去美国。哇，真的表演的，还有也有那个客家新闻台的。那时候徐大哥和品狗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老师的？在客家电视台有看过他的表演。那后来是怎样的机缘可以跟老师学？就听说他在龙潭开班了。埔心那一班是汤老师开的最后一个班，我在那边打，副哥也在那上课。有一天老师在讲一些细节的时候，因为我想说那个东西我早就懂，我就在跟玩手机，汤老师就骂我：“阿天哥，他3万多诶，喊你把张票的搞你。”我说奇怪，我从来没有跟汤老师说我要教的。汤老师为什么要跟我讲这句话？我那天晚上我回去睡不着，现在我才想到，他早就安排好。他生病生得很重，还跟师母来上课。我也不放心开车想说他人不舒服就跟着去。你有没有不准他去？他很敬业，不准他也是，他就是很认真、很负责的老师。他想说还是要去好了，不准也没有办法。对啊。那既然他都一定要去，你就是要跟着他去。说两三次有2、3堂课都有。最后一堂课，他跟师母一起去了。上到一半他已经不行了，趴在桌上。然后临走，他说：“阿青哥，我先走咯，那就交给你了。”就因为他这句话，我把他那一期的整堂课没有上完，中途离席。他现在真的是受不了，不行。那我们至少老师你先回家了，你不要再上这个班。我们几个比较资深的，我会帮你把他带下去。那么重病还是去教课？老师。现在讲起来还是心里很痛，他非常的敬业，真的，他生病到这样子，开车这样子手一直抖，他还是要坚持要来上课。所以我们对老师这样讲起来，真的，对啊，他就是遗憾的，就是没有人延续这个做下去的。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子把汤老师的学生对这个有兴趣全部叫过来。就是说有一点传承的味道，江老师的那个对客家的音乐的那个文化，我们想继续把它传承下去。这是我跟汤老师出门的最后一场表演。这个时候他已经生病。我们穿短袖一身大汗，汤老师穿长袖还加外搭，他要走以前的2个月的照片。所以说我们就很怀念他，我们就想利用这个怀念的心情，我们默默的还是要继续把老师的那个客家的音乐的技术把它传承下去。这次有一个任务，我们想表演。我们今天来主要的任务是说，来邀请师母参加我们的表演。表
演嘅日的雜雜嘅多，其他個除係按無限工作，還會安排時間來練習。而且個頭一擺來挑戰做阿粗伯，美國緊張。我哋來看啊，也問其他個睇到下練習嘅情形。明白？哦，我記得好看咯，我唔係較講對。好看嗎？會不會太？唔會。太鬆。哎，較好看。這樣較好看。真的。頭髮跟頭髮跟什麼好看？可愛嗎？可愛。好。做的。哎，對，還有一個表演。小朋友，你看這兩隻胡琴有沒有不一樣？有一個大，一個小。好，哪一個是胖胡，哪一個是高胡啊？我猜應該這個音量會比較高。最先他們是兩兄弟自己在學，拉了一整年都是沒聲音，就是一扭就這樣。然後後來有朋友認識了，說要找老師學，然後學了開始的時候是整天都在咪咧摟手，工作也在唱，吃飽飯飯碗一放也在念，學了稍微半年過後有一點成績的感覺，他們就很有興趣，兩兄弟就這樣天天在唱，天天在念。拉到我兒子女兒都說，哦，睡覺魔音傳腦，睡不着，整個晚上都是腦袋裡面都是那個咪咧哆嗦。我覺得我很會支持他們繼續拉，畢竟他們年紀已經有了50-60，上了70幾，最起碼他們有這個娛樂，是很健康的。各位知道剛剛演奏的是什麼歌嗎？忘記了。不知道。張選歌。給線索。知道剛剛演奏的，我們有幾種胡琴？兩種。這個叫什麼胡琴？高胡。哎，答對了，有獎。然後呢？徐大哥到時候要點哦，哈，要點小朋友。哇！我演出前最迷嘅彩排，其他個還演團詞聽表下，看起來有啲位唔順氣，而唱係特緊張嘅，冇乜嘅咩喎，冇要緊啊，拿出精神繼續飆落去。接下來我來練最迷嘅魔術表演，唔知會一擺就成功冇呢？去挨路推其他個緊張，其他個加油哦！哦吼，連變魔術都出問題耶！其他個韓國係新幹唱聲則調同樣嘅七上八落，練習先停下來，再來一下，冇按緊張啦。阿頭都係你彩排過後唔敢講用呢，還要主持又還要表演。感覺因為第一擺感覺卡。係啊，會緊張咩？會啦，又唔係真實的。唔係真實咪會緊張啊？係會啊。會。哦，講法定都個緊張。係。矮顯你唔會緊張。矮顯你唔會緊張，講法點都會緊張。係吼，都會聽表係嘛嘅係咪？會咬到聲嘛。係咪啊？咁等下真實演出，我用嚟吞聽數，帶下吞提詞，打 pass 係咪？做對啦。做對未？好啊。其他個同按到同學就能頭多嘅排練，再個團表演曲目做最難嘅調整。亦有限錄音練習，唔敢太班式。接下來錄到嘅變裝時間，其他個還特別研究一下阿粗伯嘅妝容，和專講文藝提拔兩邊呢。佢哋好講嘅阿姐姐也俾我睇面紅畫用嚟嘅圖案呢。小丑那個講啊，小丑越醜越到位。只有你是漂亮的小丑。你不是說你氣質美麗？對嘛，我就說都被他搞砸了，謝謝。大家分工合作，有人化妝，有人開始做造型嘅嘢，都係我團最好嘅表現，獻俾大家。
大家准备好势過後，如果準備去到今本日表演嘅非常了，也是件唔是講，聽出愛心心獻花一下啦。嗰抽又要18件裝，係咪要18件裝啊？等下然後演奏本也按到聲音嚟彈，嗰其他等下會係用嚟嘅情節。谢谢大家，非常高兴可以来到德隆国小，非常感谢刘校长还有黄主任，还有呢我们其中有一位吴团长，他是这边退休的老师哦，然后靠着大家的大力安排，今天有机会我们还有音效哦，透过这个机会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客家传统音乐，你们以前有听过现场的客家传统音乐吗？然后都没有，今天机会真的是太好了哈。我们今天这一群叔叔阿姨，甚至可以讲阿公阿婆哦，他们都是跟一位康老师学习。那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嘉宾师母也来到现场，谢谢师母。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哦，那我们就掌声来欢迎同仁客家学鼓团的演出。小朋友午安。今天哇高兴吗？高兴。我有丑吗？不会，漂亮。好，今天呢，好，我们这些阿公阿婆都是阿公级的，在80几岁的也有。我们带着客家的传统音乐来传承下去，希望各位小朋友有兴趣的把它多学起来，因为客家的音乐一直没人传承下去的话，过几年可能会没落掉。大家注意听哦，一下会有小惊喜。我们的鼓是客家的鼓，你看，跟一般的国乐的鼓不一样，我们这个是什么？它是椰子的壳去做的鼓子。那今天呢，我们会带来几首歌曲，客家很经典的、很传统的歌曲。第一首呢，带来牵船歌，这个也是很客家小调其中一首。来。乃伫其他個一道台風，一路從真正嘅阿楚保養嘅，先前嘅見狀全看唔出來嘅。而表現到鬼吃鹽、鬼吃菜，體團嘅表演做得講鬼順細哦。一擺做阿楚伯，端正有上多年，成功上到小朋友。三人都係小朋友一定好嘅有獎滿答嘅時間。唔啲頭到一道新年呢，有專心聽台風嘅幾道太過太子嘅小節目呢。好聽嗎？你知道剛剛演的是什麼歌嗎？1、2、3哦，舉手啊！最快的人看到啦！1、2、3。3個字，最後一個歌，前面是我們華要用。哪一個答對？誰？對嗎？好，再來一個問題，剛剛也有講過。這隻母親是用什麼做的？我數3，好，那個哪一個？A 股那個，來，叫什麼？怎麼做的？椰子。
答对，好吧。好，这个表示说上课有在用心听。你知道这个叫什么符啊？那个戴眼镜那个，不是倒数第3个那个，对，第一排。好，答对了，好吧。我们演奏第2首歌呢，叫做《夜有情》，3个字，夜有情的，好。长夜啊，雨落啊。台下的小朋友按熱情，舞台上嘅幾道泰國太子都表演到韓國實場，韓國大幫有獎滿到被發通，唔但唱同觀眾韓國有互動，喺有互動當中，小朋友們認識到客家嘅傳統音樂文化，也咪算係完成唐先生一路以來嘅信念，將也珍貴嘅音樂傳承下去。所以說剛剛那首歌叫什麼歌啊？最後那個弟弟最快。答對，好吧。我們為什麼今天會來這邊表演？就是希望一代一代把這個客家的精神、客家的文化把它傳承下去。還要禮物嗎？好，那我再挑一個。這支呢？哎，那弟弟戴眼鏡那個，好快哦。什麼？好，對，再來公平起見啊！不要這個，啊，答對。那接下來呢，我們再來表演一首歌啊，平法，客家話叫平法，這也是我們客家的3大調其中的一調。好，我們今天請這個小葉老師來唱一下，好吧？按到小朋友該專心嘅欣賞一道泰國太子嘅演出，每一題有獎滿答，如果熱烈響應，看起來也被挑戰換形式演出，做得講係幾成功。唔單止成功上到小朋友注意，還經過有獎滿答嘅方式，告訴樂曲嘅小故事，來加深兒人對傳統客家音樂嘅認識，同傳統嘅演出規模相樣。按嚟表演都唔單唱音樂，係唱人上一節音樂課用嘅，還做得應教應學。剛剛很好聽的音樂以外啊，我們的大哥很厲害哦，他有特殊的才藝表演。我來變一個小小的武術，好不好？好。你有需要什麼？我幫你準備。有沒有衛生紙？有2張。好。小朋友要不要？自告奮勇的一個，有沒有？好，有的，好吧。要做什麼呢？來，跟着好，把這個撕破。他很適合來跟你學一下，他撕得好好。好，接下來嘞。磨成一團，對不對？你要跟着做嗎？所以這個。然後是嗎？哇！怎麼用的？還有我們給3個鼓勵。哇，1張衛生紙可以這樣哦，這樣我以後都不用買衛生紙了，好不好？不要提醒幫忙哦。好，謝謝這位同學，那衛生紙，謝謝。然後可以幫我給麥給好，謝謝，請你可以想。我要，這麼給你，謝謝。魔術表演咪順利完成咧，佢按到小朋友頭都看到在索索嘅，看起來一擺嘅表演，按到小朋友如該隔意哦。
今年几年级？6年级啊，你们全部都6年级的，对不对？对。你以前有听过这样的音乐吗？没有。胡琴也没有听过？没有。啊，真的哦。那今天听，觉得是跟你想象中差别有很大吗？蛮大的。真的哦。你本来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声音？刺耳。那今天听不觉得？你有想象到是这样的打扮的叔叔阿姨吗？那看到是什么感觉？好好笑，好好笑，表示他画的蛮成功的，是不是？那你喜欢他们这样子的打扮吗？喜欢。会让你想到自己的阿公阿婆吗？爷爷奶奶这样子吗？不会，不会。为什么？他们不会这样打扮？他们很安静，然后这群很吵，是不是？那你喜欢吗？喜欢。以后如果他们再来演出，你会想要再来听吗？会。哦。小朋友也以教育談到其他國嘅感通，咪係對其他國最大嘅鼓勵，也以咱們按上網排練如果大的。请问一下師母，你一定是第一次看大家這樣子哈？對啊，這樣打扮演出，很新奇，看了感覺怎麼樣？很好，很有效率。哦，真的哦，你會覺得認不出來嗎？對啊，認不出來大家的。這一段旅程有什麼感想？真的很自然的，我覺得很好玩。係啊，有感覺，哎，懂後搞。對，要謝謝湯老師，把這個客家的東西傳承給我們，讓我們可以繼續傳承下去。我的玉女形象的明星夢毀了。哇，你走另外一條路了，不小心怎麼岔路走出去了呢？我們剛才兒子的班導都認不出了。安喏，我覺得是很好玩啊，戴一個面具這樣子，然後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那個小朋友能夠來學這個客家。你敢唔敢按你搖號？應該要啊，對啊。這個懂快樂哦。對啊，心就變後生了。阿金講呢？我覺得這幾天下來，就找到事業跟家庭之外的成就感跟歡樂，我覺得那是錢買不到的。其實剛還沒表演的時候，實在是整個心臟都會跳出來，很恐怖嘞。哎，結果表演到一半，台下的小朋友跟我們的互動，哎，漸漸的進入佳境。我覺得表演到最後，好像有一點欲罷不能的，有那種感覺，好像想要再繼續表演下去的那個衝動。從這次的表演過程中，讓我深深的體會到說，因為我們以前有好幾場的表演過，讓我深深體會說，利用這樣的裝扮、這樣的模式來表演，可能對我們以後整個要客家的音樂要傳承下去的幫助，可能會注意是比像以前的那個制式中的那種表演方式會提升很多。我們當初想的夢想，從這次終於實現了，已經跨出一大步。我看大家的表情很高興，那個回饋就已經值得了。